宜兰河宝花顶管的道路是第1号传分数咧管的，结果当地煞定定咧出车祸。在地认为这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无设标志，嘛无画标线，这车辆安尼停几排，才互路变甲遮尔矮。目前宜兰市公所是正咧研议，看敢要接手来管理这条道路。 机车经过路口后，机灵车弄到宜兰河正边的方行道路，同款的交通事故一直发生，后附近的民众四家万叹。对，时长车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这里开车都很快，没有看那个后视镜。没有插入，大家都开得很快，就过去，就用到了。 居民认为当地道路无停单线、红线这标志，两边路各停袂少车，后路变黑也造成路口视线死角，加上违车车速太过紧，是一直发生事故的原因。 实际行伫路，因看到两边拢停满车，互道路变黑。有民来认为这条路是重回到宜兰市的主要道路，希望标志标线应改善，保障民众的安全。 那也希望说，在义和局的协助之下，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的整个标线上面，或者是一些标志进行改善，让往来的民众能够更加的安全。他们地方把它接管，说兼做一般道路使用，是变为道路，那他去划，那他就可以符合后续执法的需求了。 管理道路第1号传分数表示，方行道路本来就无法度照道安条例执法，爱护公部门愿意接管，和方行道路加做一般道路来用，警方才有办法执法，来维设标志标线才有意义。宜兰市公所表示，会向1号分数来争取维设标志标线是毋是接管道路，爱国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